邓子越，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云梦鱼，你是一条也没拿过。大人，属下是不爱吃鱼呀。哦，既不爱吃鱼，也不爱吃肉，是吗？医术今日炖肉，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。你自己在这儿啃这个，怎么着？嫌这钱脏？属下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，山珍海味，天天翻新，处理从良，人人有份儿，只有你不要。除此之外，京都各部送来的各种名贵礼物，什么玛瑙、麻将、白玉头子，你是一概不收。邓子越，你很廉洁吗？啊，你了不起呀！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你这么廉洁，你怎么不上报呢？属下知罪。你别着急跪啊！我是在问你的罪吗？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？大人，官场嘛，就是为人，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，是吧？是吗？这是现在的你，曾经的邓子越可不是这样。当年的邓子越慷慨激昂，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、谋取私利，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，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。惭愧了，属下当时愚钝嘛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了，改成跪了？回大人，我当时不谙世事，行事张狂，属下现在懂事了。你懂什么了？属下懂得，做官不可特立独行，该当与光同尘的。与光同尘呐，那鱼你就应该拿呀！与光同尘，啊，衣服都穿不起了是吗？邓子越，定州寒门出身，曾在边军养马。当年边军有都尉假造账册，借买马料为名，骗取官银。是你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，将罪证送到监察院，院长念你孤勇刚直，特许入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大人连这都查了。你家境贫寒，年少时也曾立誓，才可以缺，志不能穷。当年在定州一身鲜血杀进监察院大门，要求伸张国法的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回大人话，记得。记得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时候很蠢呢？之前多补功，一血因雷霆，蠢就蠢了嘛，大人。好一个蠢就蠢了。邓子越，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？腰也弯了，膝盖也软了。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越，会不会大哭一场啊？大人，做官嘛，人情世故嘛，大人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曾经你有机会可以升任副主办，结果就因为仗义直言，一降再降，最后被贬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主播。这么多年，所以你服软了？服，早都服了。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，邓子越！不是与光同尘吗？都已经这样，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？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？既然这样，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？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，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？我问你话呢！
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早就没气节了。我当子越，只求一个独善其身嘛。啊，独善其身就好了嘛。那咱俩差不多。说实话，我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。我要是看见看不惯的，我就不太想忍；跟我有仇的，我就得报。我这脾气，在京都混到这地位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就凭大人智谋深远，远非常人所能及。跟这关系不大。那就是大人，文采惊世骇俗。那更扯远了。哎呦，大人，属下还真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有人罩着。我这脾气，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，在京都活不过3天，对吗？做好人守底线，最好先有个靠山。邓子越，你有吗？属下没有。现在你有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，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，别怕闯祸，我跟你斗着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全信我，不急，咱们看人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怎么做。啊，走吧，先办事儿。大人，办什么事？替我写个折子，自辩者以医处的名义送上去。大人，我写不合适吧？我字不好。是。不用研墨，直接写。啊，大人，这一点残墨只够写几个字的呀？够了。监察院医处邓子越愿担此责。监察院什么时候把礼教法度踩在脚下了？刀剑无情，还望尚书大人自重。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怎么无情。诸位同僚，我医处经年守礼，了然人情世故。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？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。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诸位同僚，小范大人为众生封考院，此等风范天下少有。他说的都是真话。邓某此前终日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，可以说是耳聋眼瞎。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，医处不一样。我相信医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，行使监察百官、震慑奸佞的职责。故此，邓某此生决计追随小范大人，还请诸位同僚此后行事对得起身上这身官袍，对得起大庆。对大庆。入宫见驾，小范大人和太子殿下。正是如此。为了什么？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。本届春闱。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。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街巷满是传闻，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。不愧是小范大人。哎，不过你怎么老能听到这街巷传闻，我怎么就没听到？
街巷传闻，谁传出来的？街巷传闻嘛，那谁知道啊？春闱舞弊何等大事，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，这事儿不合理啊！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，借民心为必助，有道理。若不是监察院，消息哪会传这么快？这样一来，那就只能勇往直前，再无退路。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？谁推他？为了什么？扑朔迷离，瞧不清。侯公公呢？回大人，陛下那边走不开。贵姓？可不敢言贵。小人红烛。年纪轻轻就能替侯公公当差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多亏了简书司戴公公美言。简书司就是给大人行贿3000两的戴公公。戴公公犯下大错，宫里最后问他谁适合接掌简书司，他就说了我的名字。等等，你们二位什么关系啊？回殿下，非亲非故，就是替戴公公捡了次鞋。那这么说起来，你应该怪我。该谢大人。谢什么？若不是戴公公倒了，我哪有接掌简书司的机会？若不是接手简书司，哪有被侯公公赏识的可能？说到头，都该谢范大人。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，宫里说话不该这么直白？大人才华经世，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，小人感佩至极，心绪难平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天下学子而来？大人所言所行，传闻已广，传闻已广，满城皆知，叫人钦佩。是你故意放出消息遭收拾的，手段高啊！没事，带路吧。启禀陛下，太子求见，范闲求见。儿臣臣见过陛下，见过陈院长。陛下和陈院长要是有要事商议的话，臣可以先告退。没有商议，送东西。陛下，范闲有大事要向陛下禀报。他有大事，你干嘛来了？此大事跟儿臣略有关联。那你就说呗。是，这春闱榜单被人动了手脚，本该上榜的学子换成了儿臣的门生。春闱舞弊事关重大，这分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儿臣。儿臣委屈啊，所以儿臣以为此事应该严查。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臣觉得此事荒唐啊。范闲，春闱稽查是你领的差吗？是我的差事。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差事办完。考院一处已经查封了，榜单也会修正回来。只是到底是谁动的手脚？该查下去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春闱科举是国之命脉，臣觉得该查。那就查呗。谁来查？年轻人。
你们应该多做些事情，该查多深，敢查多狠。这些都是5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，到现在没有结果。为什么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人敢查呀。因为查出的结果牵扯多少人啊？到底该查多深？该查多狠？该查多严？不敢呐，到现在也没人敢查。臣胆大妄为。你查？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，你受得了吗？臣自己接着。看好，有这许多折子，整顿吏治，义不容辞。查。今年的案子是该查，往年的案子你查他做甚了？赤胆忠心呢？啊？不查不行啊，殿下。这台阶也起了，名声也立了，没退路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和陈院长想让你查？谁说不是呢？不差事，得罪人。我得罪的人还少了。哎，你不容易啊。母后召见我，你先行一步吧。好。方才多谢洪公公提醒。借一步说话，请。有话说。你这是哪出啊？小人原本姓陈，是颍州人士，被贪官迫害，夺我家产，全族灭门。小人侥幸逃得性命，无处可去，才入了宫。哪个贪官？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。颍州知州。恩公惩贪除恶，如今这贼人依然抄家入狱，被判了斩立决。若不是恩公出手主持正道，小人的血海深仇，绝无得报。这陈院长查的名册，督察院办的案子，怎么写到我头上了？小人虽然愚钝，但也明白是恩公在推行此事。我不行。你这身份，如今宫内几人知晓？入宫之时，登记在册，我是胶州人士。在这宫里，我只姓洪啊。本族往事无人知晓。洪字怎么来的？入宫时遇到一位姓洪的老太监，
对我有所看顾，我便也姓了洪。往后不要叫我恩公。明白，大人。你明白什么？从今往后，我便只在心中记得大人恩情，除此之外，绝口不提。先带路吧，好多事儿要忙呢。大人请。范闲把金榜换名的事捅到圣驾前了。那不止，陛下把这几年的舞弊案都丢给他了。可金榜上冒名的，毕竟是你的门生。母后，我觉得范闲说的对，这事不是我安排的，终究是隐患，莫不如光明正大。至于门生嘛，也不差那1、2个。话是这么说，终究落了你的脸面。我哪有什么脸面啊？你是太子，正因为是太子，才要不得脸面。人呢？啊？人？不是都让老邓带着去封考院去了吗？你瞧这脑，哎，给我吧。别，大人，我不累，我都抱会儿宫里的东西。还得辛苦你去给邓子越传个话，春闱放榜，一刻不能耽误。哦，那榜单呢？自然要把杨万里的名字改回来。那谁改？不会吧？不是，这么多字儿啊！啊！咱不就把这个名字一划，写上杨万里3个字不就行了吗？哦，道理倒是没错，毕竟是金榜嘛，直接在上面修改涂抹，有失体统吧。是啊，可是这万一我错了一笔呢？祁年兄，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。有什么好处？比方说，手抄金榜者，从古至今唯祁年兄一人耳。那是啊，可是我这，不，这万一错了，哎，老邓，还是你来吧。哎，使不得。大人是吩咐，您错了。不，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。那我命也好呀，我不用做这事儿。按理说，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。大人说了，这放榜之事啊，年年都是礼部来做，他们也累了啊。今年呢，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。可以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。大人还说了啊，这届春闱啊，要的就是个公平。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，
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公平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啊？大人那笔字儿，啊，哎呀，确实是，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大人现在正忙着呢。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，那都扔给大人了，大人正查案呢。哦，都是些陈年旧案呐，从何查起？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这万一写错了呢？我也是担心大人嘛。在牢里查。牢里？哪里的牢？咱医处自己的牢里，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哦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看看歪没歪？秦天兄，无从判断呀。这看不出来吗？伪诗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么着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我爹呀。不是，我是说医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王启年说了，老王就让你进了。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？那当然算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既然是暗中行事，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？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？你这什么话？居然很有道理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范闲求我爹做事，事成之后，万一他要杀人灭口，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，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，待在地牢里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，大家都方便。爹，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，喝茶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么信任我？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，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。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，把我从刑部调到医处，在这里住着，舒服多了。待几天就放你出去，放心，不灭口。其实，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能查吗？查，是能查呀，但是查完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能往春闱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：太子、皇子、长公主、林相、陈院长，还有军部老秦家，这几个，哪个能治罪啊？放心，我不傻，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。小范大人明鉴。背后的动不了，还有办事儿的。从中调停，收取钱财，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。动一批吧，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，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。要查办事的，差不多都是礼部的。
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？大人，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？郭先生莫开玩笑，是大人先开的玩笑。那就一个一个查，犯错的都不放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列个名单。这些人办事毛躁，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。麻烦了。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。什么苦主啊？那些被诬陷的、被收买的、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，他们就是苦主。办案嘛，总得需要原告嘛。多谢郭先生提醒。不要谢我，是天下学子，该谢小范大人。严重了。扫清积弊，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，再怎么谢都不算重。谁找我？在门口。小贤贤，太保，快进来！你出来吧！你进来！你出来嘛！你进来吧！哎呀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进来我就出去。我进不去，你快出来嘛！快！刚才叫你进来，你怎么不进来啊？不行的，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，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，别人会笑话你的，你就该没面子了。胡说，谁敢笑话你？进来看。不行啊，我就来看看你。谁带你过来的？袁先生啊？啊，就他一个？袁先生陪着爹放心。那肯定的。小贤贤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爹要请你喝茶。世伯要是找我，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就行。干嘛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？大宝啊，他自己也想你啊。大宝性子纯真，难免会受欺负。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儿。话里有话。大人，您想多了啊。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，麻烦小范大人陪着大宝回府。你忙。放心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护着大宝。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古古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？有可能。陛下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不瞒你说，这些年王榜单里塞人的事，我确实也做了不少。真要查，第一个查我就行。别看了，没试探。说真的，这能怎么真啊？你接手此事，转眼间全城传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，为接手内库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今日上殿，陈院长提醒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真要查，查谁？查谁都是祸事，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查我算了。我提前弄几个人，到时候扔给你。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，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。做官嘛，过于悍勇，下场堪忧。世伯真是如同蜡烛一般。
什么东西？燃烧自己，照亮了我。乱七八糟，什么歪理？还没来得及谢过师伯。春闱那天，你也替我考虑着。你自己做得很好，我的这些安排，你都没用着。这份心意一时难得。我这个位子，一人之下，既然能护着你，就多护着些呗。啊，总得给你些时间，待你抽枝发芽，亭亭如盖，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。绝不相负。也不必如此认真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。你且安心，万般烦扰都有我在。哎，这袁先生去哪儿？我等着他下棋呢。要是我悔一步，这盘棋我还能赢啊！袁先生不是办事去了吗？办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是你安排的。去见男的还是女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袁先生，瞧上去一本正经的，我早猜他道貌岸然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边藏着个偏房啊？你有没有偏房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婉儿。死离离没有，海棠朵朵没有。哎呀，还有那抱月楼圆梦，这个真没有啊，这个真没有。前面两个也没有，师伯您这套下的也太快了。你终于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那么大一张榜啊！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！哎，这要是有点儿，哟，您给这么大一点呢？哎，我这一下就好多了。哎，全抄完了？哎呀，抄完了，总算是把杨万里这名字呀给改进去了。那就好，明天照常发榜。不，您不看一眼呢？没这必要。不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信得过你？哎呀，就大人这话啊，王某就像是，沉舟处见浮木，寒冬中遇暖阳啊。行了行了，少点套话。哦，大人，您让我查颍州的案子，查清楚了，这当年呀，的确是陈家被灭满门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就是您领旨彻查舞弊之事啊，这已经在这坊间都传遍了啊。您，小范大人啊，现在在这读书人心目当中啊，那就是济世之才啊，亘古之光啊。有点过了吧？就是这些传闻它好像都是从咱们院里边传递出去的。那就是陈院长的差事，陛下的指使。哎，大人，您说这是不是想借春闱之事，让您领袖文坛呢？
我是真看不出来，我这样一个孤臣，却养这般的名望，陛下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老王啊，平时遇到其他人，我觉得自个儿挺聪明的，可唯独遇到陛下，是真看不懂啊。陛下，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，证人可以随时登台。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？别影响放榜。明白。放榜之后行事。这旧案背后的事儿，范闲接得住吗？他没得选。你们也不帮着出出主意。陛下没有旨意呀。你又不是木偶。臣愿意当木偶。你投了9支箭了，都没中。好，朕再赏你1支。你刚才不是说一切听朕的旨意吗？来，朕命令你，此箭必须投中。臣不善此道。投。陛下，中了！都这个时辰了，陈院长辛苦了。我瞧着陈院长您今天心情不错哎。侯公公也看出来了，好眼力。过去，我送您出宫。这段路我认识。不忍心者，牵绊，物累而已。别急，以您的学识，一定肩膀的分明啊！我是怎么能那么细？不要了。师兄，现在看书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有道理，师兄啊，来了。程家林呢？人这么多，不知道挤哪儿去了。不妨，他肯定在。二位，跳过礼部，监察院直接放榜，史无前例啊！小范大人整顿吏治，我大清必当焕然一新呐。杨万里，是杨万里吧？没错，就是杨万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兄，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监察院这次放榜，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。本来就是他，被别人给替了。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，这才闹得这么大。兄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听了什么消息？怪不得，我就说史无前例啊！这，街巷传闻不可信啊！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！街巷传闻，
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吗？谁呀？小范大人，是陛下。陛下连夜执笔，亲自改的名字。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哎呀，这个小伙子哪会有这么机智大运的人？都是你惭愧。来了，来了！大人来了！祝各位心想事成。要封榜了！我中了！我又没中啊！杨兄，杨万里在哪儿呢？共识第5名，特别靠前。卫士榜单这不分高低，都一样的，想喊就喊出来吧！你们看看这3个字，是不是跟其他几个字不一样？好像是啊，看起来特别雄浑呐。绝对陛下亲笔，看来这次榜单是真的公平了。全完了！寒来暑往，屡试不中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我也中了！大爷，别白中了呀，大爷！欧兄，你也靠前啊！欧继承接着找你，找嘉玲。不是。快住他！你够了！你够了！是。程嘉玲，程嘉玲，中了！险些看漏了，中了就好，中了就好。是战力，是战力，是战力。莫要着急，也许是看漏了，再对一遍。对，再过一遍，啊！2位仁兄，恭喜2位仁兄啊，金榜题名。潜心苦读，下一次必当高中。诚君贵言。杨兄，现在榜单已出，尘埃已落定，该去拜访小范大人了吧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既然榜单已出，现在登门拜访，就再没有别的顾虑了。我现在就去寻嘉玲。嘉玲，你中了！程嘉玲，我也同去吧。虽然未中，也该上门拜谢。那是自然。咱们再练习一次啊！不用了，已经练了很多遍了。来了。啊！见过。小范大人，你俩也不齐啊，赖我。
上次见面有说有笑的，怎么这会儿这么紧张？上回可不知道您是小范大人。对，小范大人也是人。小范大人不是人，小范大人是诗仙。战力，怎么了？连着说。你们三个找我有事儿？小范大人监理春闱之职，对我等来说，当以门生之礼拜之。拜师投效。小范大人以雷霆之威扫清春闱之弊，此等魄力，当受此礼。我等四人心生敬佩，愿为大人效力。四位。哦，程嘉林看榜时被人挤伤，不能走动，他让我们代为转达对大人的尊敬之情。好，你们4人有3人上榜，虽然还有殿试定3甲，但你们如今已经能算是官绅。做事之礼不能白受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做官的道理，送给你们。我想说的全在上面，去吧。大人，先生，学生告退了。先生，学生告退。石战力，你留一下。好好做人，好好做官。不愧是小范大人啊，还可以这样用词，言简意赅，意味非常。侯兄，你看这做人，可是在做官之前啊。杨兄，从今日起，我等便是范府门生了。你我互勉，莫要辜负了小范大人的期望。大人，我没考上。我知道。愧对大人教诲。用心就无愧。大人说的是。那大人留我，可是有什么交代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接下来这几日就打算离开京都，回家去了。你回不去了。石家镇一场火灾，全镇被烧。这是当地府衙出的报灾文书，你看一眼。这场火灾或许不是天灾。大人，贺宗伟求见。先把他带走吧，我晚点过来见他。是，大人。
范大人。贺宗纬，又见面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上次听了范大人的教诲，贺某受益良多，在此拜谢大人。这次春闱怎么没见你？贺某本该投身考场的，可这人间总有些事比科举重要。10年寒窗晋升仕途，对你来说，还有比这重要的？自然是。人命关天，沉冤难雪。有冤情，你们应该找衙门的。本该是去衙门的，可听闻大人接手了春闱舞弊之案，这冤情只能求范大人来结。春闱之冤，这妇人的夫君是上届春闱落榜的考生，此人才学卓然，本该高中的，可到头来被人冒名顶替，夺了官身，偏偏此事还被他知晓了。读书人咽不下这口气呀，便想着为自己伸冤。接着说。然而那冒名顶替之人是朝中高官的门生，谁曾想这高官痛下杀手，害了这考生的性命。到如今，只留下这遗孀在世，他却还想着为夫君寻回公道。贺宗纬，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？我贺宗纬天良犹在。听闻此事之后，我便离开了京都，好不容易寻找到了这位遗孀，将她带了回来。大人，如今朝堂只有范大人您愿意为天下的学子做主，我只能将她带来见范大人。你为了这件事儿，春闱都放弃了？人命关天，义不容辞。你可否知道那位害死你夫君的高官是谁？小女子知道。那就说出来。春闱舞弊，夺我夫君性命的，是当朝宰相林若甫。大人为民请命，天下敬仰。要论大义灭亲之举，普天之下唯范闲、范大人可为。无尘呐！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找我。一个书生，一个苦主，搞林相杀人灭口，案子我知道了，为何找我过来？死者住处不在京都，这案子得四处协办。不够。刑部、大理寺、京都府都得协办，人不能给出去。那当然，自然以监察院为主。这些衙门在哪儿，我都得挨个认。要不这样，跟各部打交道的事儿，你先帮我弄着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这案子是真的，你怎么办？长公主算是被你赶出京都，现在轮到林相，你怎么面对郡主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这案子转给我，我来秉公执法。你是怕我为难？我怕你徇私。谢了，不过这案子啊，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追查春闱舞弊是陛下钦定的差事，我无处可退。你觉得林相这案子，陛下事先知道吧？别这么想，太危险。你去哪儿？相府。这时候去相府啊？过来一个。慢走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给你包起来。
袁先生来了，您里边请，有上座。来，喝杯茶，这茶真不错，是新鲜的很。别多吃一点啊。袁先生，这边有上座。不必。来盘牛肉。就是这儿。好嘞，一壶茶，2盘干果。好嘞。这要下雨？是啊，有。那边的窗户为什么关着？那下面是河，蚊虫多就关上了。哦。打开。哎。你打算就这么站多久？别愁眉苦脸的，年轻人不能消沉。有人报案，杀人灭口是吧？听说了，